家人都希望長者入住安老院之後生活質量有所提升，而安老院都組織多種小組遊戲，例如拼圖活動，鼓勵大家一齊完成一幅大拼圖，可以鍛鍊腦力，又可以增進大家嘅合作同交流。唔同嘅桌遊遊戲好似象棋、麻將等等，令大家喺競爭之餘都可以享受友誼。另外，院舍間唔中都會有卡拉 OK、粵曲等等嘅文藝表演，激發老友記嘅創造力同表演慾望。除咗社交上，健康上院舍都會安排唔同嘅簡易保健運動，每個朝早同下午都會帶領老人家一齊做運動。而衛生署都設計咗3套簡單嘅保健運動，分別係座椅、臥床同站着扶欄位置進行，適合喺有限嘅活動空間入面進行，能夠保持長者基本活動能力、肌肉力量、心肺功能同心境開朗。大家不妨參考一下。